行得好辛苦，中途咧又成日俾人截斷，但係大家終於行到嚟鵝頸橋，我哋下一站咧就係修頓球場，我哋會喺修頓球場集會，我哋已經搭咗個台喺嗰度。咁我哋喺修頓球場大約停留半個鐘，跟住我哋就殺落邊度啊？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叫共產黨治港，打倒梁振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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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今日嘅遊行係遠遠超過舊年遊行嘅，有03年50萬人嘅威勢。嗱，大家如果仲未有《Cushion》呢本書。Cushion 喺度簽緊名，大家埋去可以買一本。另外，仲有呢條拉布毛巾 ，OK？ 我哋而家準備行去修頓球場，所有人民力量嘅支持者，多謝大家。我哋舊年嘅龍尾到呢度係6點鐘，亦都係人民力量，但係舊年冇開隔離嗰條電車路。今年咧就開埋隔離嗰條電車路，頭先啱先走晒啲人，所以今年嘅人數係遠遠超過舊年。舊年因為反呢個替補方案都有22萬人，今年係反對港共治港，起碼都有30萬人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呢啲就係靠我哋嘅力量。大家望下，向後望下，人民力量呢條隊就嚇親你啦，係咪？我哋而家龍尾，我哋呢條隊嘅龍尾都仲喺大院嗰頭，所以淨係我哋呢堆人都差唔多有1萬人，俾啲掌聲自己。4萬。嗱，而家總人數話40萬，暫時點算出嚟嘅人數係40萬人。喺呢個胡錦濤面前就職，只係得返一個殘缺不全嘅特區政府。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，打倒共產黨治港，打倒梁振英，打倒梁振英。嗱，我哋咧而家一路向前行，我哋呢一團隊伍係所有嘅組織裏邊最多人嘅。大家前面經過嘅咧就係民協，經過就係民協嘅單位，我唔知佢哋啲人有冇閃啦。頭先阿廖成利喺度，但我哋咧就唔需要粗暴對待佢，我哋淨係叫佢收皮就得㗎啦。OK， 經過民協嗰度就大家嗌民協收皮 ，OK。因為民協而家佢搞選舉。喺佢選舉文宣裏邊，佢話人民力量係暴力政黨，咁係咪要叫佢收皮啊？收皮！嗱，佢就喺前邊啫，我唔知道個老虎仔個民協主席喺咪度 ？OK， 我哋淨係用聲音招呼佢 ，OK， 我哋用聲音招呼佢，好簡單啫，叫民協收皮 ，OK， 又傾又砌嘅民協收皮。各位，我哋今日呢個7·1大遊行，香港人又向全世界證明咗一樣嘢，香港人喺關鍵嘅時刻就一定會行出嚟發聲嘅，係咪？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要共產黨治港。喺03年，全香港人嘅訴求就係不要23條，董建華下台。今日梁振英朝頭早喺胡錦濤監誓底下宣誓就職做第4屆行政長官，但係晏晝香港竟然有超過40萬人行出嚟叫梁振英收皮，呢個真係佢發夢都估唔到。不過我唔係好中意叫佢個名，我叫佢做689，因為佢得689票。我上次補選入立法會係6萬幾票，冚家產689票，叫人哋教訓我，因為我打拉布打到佢群拉褲甩，佢叫人話9月選舉教訓我，你揸689票教訓個6萬幾票，食撚咗屎咩？梁振英。下邊嗰句就係收皮 ，OK？梁振英收皮，梁
咁中意講大話嘅人，係咪啊？係咪應該要收皮啊？梁振英，收皮！梁振英，收皮！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要共產黨治港！不要共產黨治港，不要共產黨治港！打倒港共政權，打倒港共政權！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，遍地開花！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。遍地開花！我們代表人民，我們代表人民，他們代表權貴，他們代表權貴。我們代表人民。